凌晨5:15 ，Hello 大家好，我係窮爸爸 Leo。你有冇試過真正一個人過完一整日？我唔係講緊屋企冇人嗰種，我係講乜都冇，冇人，冇電話 ，absolutely nothing， 就係你同你自己。最近我見到兩件事令我不停思考呢個問題。第一件就係如果你有留意 NBA， 可能知道有個球員叫做 Victor Wembanyama。佢上個 off season 期間去咗少林寺，係啊，去咗少林寺啊，周星馳嗰間少林寺啊，去咗住2個星期。一個22歲嘅超級新星，身家幾千萬，全世界都有鏡頭對住佢，結果佢竟然選擇去一個地方，遠離燈光，遠離社交媒體，遠離日常生活。我第一個反應係 Bro why？第二件事更加誇張，原來喺韓國有一種服務，就係俾錢去坐監。其實佢類似一個 staycation 咁啦，但係間房冇電視，你唔准帶電話入去，亦都冇電腦，每日3餐送到門口，你有嘅只係一本日記、一支筆同埋你自己。每次一去就要去住3日。我睇到個新聞嗰陣，心諗等陣先。正常人返工遵守法紀就係唔想去坐監啫 ，right？ 點解而家要俾錢入去坐啊？諗清咗之後，其實兩件事都係去同一個 issue， 就係創造一個環境逼自己停落嚟。因為現代人最缺乏嘅可能唔係資訊，而係安靜。順帶一提，我冇你哋想象中咁叻噶吓。上星期試過自己一個坐喺 coffee shop。5分鐘之後，我已經周身唔自在，跟住即刻揾個電話上網。如果你聽到呢度又中意我哋講嘅 topic， 俾個 like、subscribe， 撳埋個鐘仔，感謝。而家我哋最大嘅問題，可能已經唔係資訊太少，而係資訊太多。我唔知你有冇試過，等 lift 嗰1分鐘，拎個電話出嚟；攞飛排隊飲茶嗰10分鐘，又係拎個電話出嚟。去廁所都係攞個電話出嚟。有時我會諗，究竟我係咪真係咁忙呢？定係已經習慣咗唔俾自己安靜？有本書叫做 Stolen Focus， 作者 Johann Hari 有句說話我幾中意。Your attention didn't collapse, it was stolen。 你嘅專注力未必係壞咗，只係成日俾人攞走咗。因為而家每一個 app， 每一個 notification， 其實都喺度爭緊你嘅注意力。久而久之，我哋連5分鐘嘅安靜都開始會唔自在。而有趣嘅係，有另外一個作者 Ryan Holiday 講過一句說話 ：To be inspired, you have to stop and listen。要有靈感，首先要停低。以前我覺得發呆係喺度浪費緊時間，而家越大越發現好多重要嘅決定，其實都唔係喺工作時段度做出嚟，而係可能係沖涼嗰陣、跑步嗰陣，甚至係瞓唔着嗰陣，當外邊靜落嚟，個腦先會開始轉。我諗起另一個概念叫做 solitude deprivation， 即係長期缺乏獨處。我第一次睇到呢個 term 嗰陣，我心諗吓，獨處都缺乏。但再諗諗又好似真係，因為我哋而家就算一個人都未必係獨處。搭車嘅時候聽 podcast，食飯嗰時睇 YouTube， 返緊工做緊嘢嘅時候聽903，個身係自己一個人喺度，但係其實個腦有好多人，好多聲音。所以有一次我真係試咗，乜都唔做，坐15分鐘，原來好 Q 難㗎。去到第3分鐘開始，我開始研究牆角有冇蜘蛛網。去到第5分鐘開始，又數下冷氣機震咗幾多下。去到第10分鐘，又開始懷疑人生。原來最大嘅娛樂一直都喺我哋自己個腦裏邊。人類幾千年獨處一直都係一個頗正常嘅狀態，反而24小時被資訊包圍，24小時有人同你講嘢，24小時喺度 consume 緊內容，先係歷史上從未出現過嘅事。所以今集唔係叫大家去少林寺，亦都唔係叫大家去坐監。我只係想留一個問題俾大家：如果今晚熄晒所有嘢，熄咗部電話佢，熄咗部 laptop 佢，
咪鬼開部電視，你可唔可以安安靜靜同自己相處1個鐘？如果答案係唔得，可能我哋最需要重新認識嘅人係自己。我係窮爸爸 Leo， 講多次啦。如果你中意我哋講嘅 topic， 記得 like、subscribe， 撳埋個鐘仔，感謝。如果有意見或者有嘢想分享，喺下面 comment 留言話俾我聽。今集係咁先，下次朝早5點再同大家吹下水啦，拜拜。